情时可曾在眼上桃花？一江水多少年华？任风雨吹向我，笑谈间宁天下。论清浊与对错，耳畔生喧哗。让明争与暗涌，明尘烟之下，生死别无话，谁人应呀？今古梦一刹，众里寻他。乱世有我为红尘，为一人天涯戏马。繁华过眼，凭时光过沉沦，不改牵挂。天命皆雄家，一粒微霞，拂袖天下闲愁，看落花。你是宁立恒，你终于来了。我们认识？青玉案定风波写得极好，一出我便想见你。你应该也想见我吧？我叫娄书婉。娄老了。欢迎来到临安。夫君，你看，这条街越发好生了呢。是啊，多亏娄家会整合，如今什么人事买卖都有。临安好热闹啊！哎，咱们从吴家接手的铺子在这条街上。对啊，我也在找呢。立恒，昨晚我好像听见你在与谁说话。啊，娄叔啊。啊，娄姐姐，那你怎么不叫我呀？雨大，怕你受凉。况且他寒暄两句就走了，可能很忙吧。哦，看来如今娄家的买卖做大了呀。是吗？我们走过的地方，有一半的招牌都有娄氏股份的注脚，说明全归娄家掌控。啊，那岂不是半条街都是娄家的？而且这里的酒肆茶楼、正店、脚店居多，餐饮业比较发达，说明这儿的市场相对稳定，人流量够大。最关键的是，资金回流快。这里大多酒楼都是娄家入股，想必已经形成了本地垄断。哦，也就是独大之势。独大？3年未见，没想到娄家已经发展到如此规模。若那位娄姐姐是个经商奇才，那这点事对她来说，简直易如反掌。小姐姑爷，咱们的店铺在前面呢。哦，是吗？当当。吴启龙的铺子真会开啊，被娄家包围了。
袁统领，一路辛苦。虎尊大人，快请。范哥，武德军来增援了，报道里还让咱们来做内应，这明摆着坑咱们呀！这是我师父的意思。最近宣威营打头阵，拿了好几个城池，锋芒太盛。随便看看啊。也该咱们霸道营立一份功了。给。好。那姓罗的够下本的，如果我们拿了临安，他那些买卖可就没了。他不是傻子，给我们13军军粮和火器，怕是另有所图。我们真得听他的呀。见机行事吧。这里怎么样？很好啊。小姐，物价这店面也不大呀。这儿可是临安的闹市区，寸土寸金，能有这么一个店铺，不错吧？更何况这里还有一个小仓库。老板，你要的酸梅汤到了。酸梅汤送错了吧？没送错，劳烦先到门口就可以了。好嘞。小姐，我去帮忙。这是生意离不开街坊四邻的照顾。我苏家的规矩，开张前摆个免费茶摊，让周围路过的歇歇脚，自然就会多了几分好感。哦，然后跟他们聊聊，熟络一番，摸摸底。空庭日暮，寻宵问夕。娄公子，我因你便是。昨日你去哪儿了？兄长一向不耻经商，所有跑腿的事，只能我去做了。娄家生意本就是你和妹夫操持的，如今他没了，只能由你去和那些老狐狸谈笑风生喽。是的呢。今晚商会我就不去了，约了龙家二少爷饮酒作诗。走。好。晚上檀儿妹妹要去，你也不去吗？什么？檀儿来临安了？一提苏檀儿，你态度就变了。快，说，他怎么样？我没见到苏檀儿，倒是见到了他的那个赘婿。哦，苏檀儿也招了个赘。那赘婿名叫宁毅，字立恒。听说当初苏家在争夺皇商时，檀儿遇刺，遭逢危难，是那赘婿力挽狂澜，阴了乌家。道听途说未必真，说不定是苏檀儿故意设计的，他顶多是会藏拙。不如今晚见上一见。北方打仗，你我影响倒是不大，只是西南一方13军正在闹事，城内物价飞涨。哎，我看除了娄家，其他家的生意怕是越来越难做喽。是啊，一个倒卖瓷器出身的，今日居然能有如此规模。唉，自求多福吧。只希望朝廷赶紧派兵来铲除那些贼寇。在临安还是很安全的。武德军袁统领今日进城了。来，请。走吧，走。老板，多谢老板。来，客气。掌柜的，开8间上房。哟，原来是娄家护院，里边请。护院不住娄家，跑来住客栈。
哪位是苏老板啊？我是。我们临安商会的娄老板有请。有劳了。苏老板，里面请。妹妹来得好早啊！娄大哥，娄姐姐，安好。堂儿妹妹这是越发秀美了呀，就连丫鬟都调教的水灵。多谢娄大哥夸奖。我见妹妹心切，便自作主张，约妹妹商会一聚。初涉临安，拜会各位前辈，自是应该，还得多谢姐姐提携。哎，两家世代交好，胜似一家人，妹妹不必客气。这位便是堂儿妹妹的赘婿吧？在下宁毅，宁立恒，堂儿的夫君。商会诸位老板都到了，我们进去吧。江陵苏家可是久负盛名，如今有意入我们临安商会，自是欢迎欢迎。那我这个世交兄长，就替妹妹恳请各位长辈多多照拂。好说好说。多谢三位商族长辈。多谢。哦，对了，眼下南方匪乱，与我们的生意不受影响吧？常老板。先谢小贼不足为惧。如今商会所持地皮价格已是翻了几番了吧？确实如此。二位老板看看这收益，这3个月收入均已超过往年同期呀。如今很多商家流民都涌入临安，生意自是不愁的。西南匪乱。反倒是让我们得利。我看临安很多商铺都挂了娄氏名牌，想必所有业务都是娄家的运营吧？对呀，当年娄家兄妹拿出一份名曰投资方案的文书，还以家业做底。年轻人这种气魄，我们哪有不帮之理？对呀，更何况我们3家本来就有意拓宽财路。何乐而不为呢？用家产做底，长线必然崩盘。除非他想在短期内赌赢一场大局。谢娄姐姐。妹夫是江陵第一才子，这些商贾之道，是不是看不上啊？哪里？今日都是娄姐姐的好意，我们才深入了解到娄家的实力。不然，如何能在临安立足呢？是这个意思吧，娄姐姐？我待檀儿如亲妹妹，自是要帮她的。娄姐姐，哎呀，既然都是自己人，我们就签上一份合约，即日便入了临安商会。苏家若雇人、租地、贷钱，我们都能提供支持。是啊，诸位叔伯见谅，我们苏家今日来的匆忙，本就是拜会各位望族。至于入会，还需回去商议。哦，别人家都是只求尽快入会，怎么苏老板却要推诿？母兄也真是，临安乃我大武最为富庶之地，经营之道冠绝天下。这小娘子自是没有见过如此经营之法。几位叔伯，我家娘子做生意
一向讲求公平二字，初来乍到，更是要斟酌一番。你一个赘婿，怎能代表苏家？卓夫所言，亦是堂儿所想，还望兄长见谅。你，那就回去想清楚，不急。我与檀儿有负娄姐姐盛情美意。檀儿，感觉娄老板对我很了解的样子。是啊，商贾做到头也算不上大臣。当今世上，独你我见识超凡，何不联手开创一番新天地？这么直白，但你我道不同，各走各的。听说你救下了秦相，可是要去京师谋职。经商、从政，我都没兴趣。对你，我更没兴趣。宁厉恒，你就是一个入赘，有谁会重用你？你迟早会来求我的。这局已经开了，我很期待。天灯明又灭，这流空望晚楼蝶，两情同月映欢雀。曾与你眉眼，看尽落花映清风雪。烟雨间，旧人姻缘，锦兰袖，心念未现，只因痴。